天好漂亮呀！啊，不要这么说，今天出门太急，都没有化妆。走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呦，我操，上头了！你别笑，要做一个专业的演员吗？别动，别动！你已经触动了机关，你要再动夹你屁股了啊！怎么？慢慢的起来，慢。我拥抱着爱，当从梦中醒来，你执着的等待，却不曾离开，舍不。混吗？阿姐讲西方片去啊？就给西方冇帶啦。哎，出去西方冇得意啊，攬住第二台。做啦。冇做啊，攬做遊戲啊。攞啊！裁判嘛，裁判嘛，1、2、3，3。打过吧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追不上我吗？过了很久，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，走得好慢，只有我独自在这美丽现实。快跑圈，快点跑，快点！啊！哎，磊哥，要不我也在这钓得了呗？别的这嘎没有鱼，你上那边钓去吧。上那边？嗯。哎，磊哥，我在这钓行吗？你离我远点，你上那边。上那边。磊哥，我在这钓行吗？你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。去。
啊，有点大海，倍儿香倍儿香，给我吃2口呗，吃不了，瞅你那个水样，给我吃2口呗，吃不了呀呢，不，你那个猪，你等着，滚！这桶面真香啊，加点榨菜。真香，2桶面，真香。这你别笑。我猜一下，人听的声音。我也能。滚！直接。这你别笑。小薇来吃口香蕉，来张嘴啊！啊！这啥呀？老板过来帮忙。10月1大家都去旅游了。什么？我磊哥都去巴黎了？不行，我不能让别人认为这10月1我都宅在家里。哎，他不在巴黎呢吗？他不是去马尔代夫了吗？小薇，快醒醒，捡空投了！小薇，快醒醒！哎呀，你玩吃劲吃多了，啥用都没用啊！啥呀？你看看。哎呦哎呀妈，这是你用不用？你甩啥呢？干啥呀？惊喜包！惊啥喜？你就说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咋开呀？这荒郊野岭呢。好好落户，你早晚就给我玩坏了。这有钥匙。那么那是。你到时候没说那玩意儿，剩点奶你喝得了。啊！
孩子太坏了的。亲爱的，重不重啊？要不要我帮你提一下？红红的太阳。